群冧讚超年，早已感受師兄餘溫。你們都亂編啦！Objection！ 我哋有圖有真相噶噃，你白色情人節同超年玩微博全程。我哪有，我在跟歌迷講啊。好，攞 fans 黨啊嘛，咁你哋同遊馬爾代夫點先？沒有去，一群好朋友去玩，對，好朋友去玩。但係全你哋同房噃，就你們不要亂寫，這樣她小女孩，然後一個好好女生，這樣好像跟別人同房睡，對，這樣是不好的，這樣亂寫不好。她應該，反正我覺得她心地很善良。對，你們都說她是最正的千金，我覺得她應該是最善良的女孩。OK，stop，人哋收到噶啦吓。前晚勁歌王頒獎禮隔空傳情嘅仲有冇見到？冇。唔緊要，雖然你哋緣慳一面，但係你哋坐埋同一張凳，共享餘溫啊！冇。我就唔多信啦，事關你哋啊，心靈相通嘅。你知唔知因為佢今日知個 poster 有寫。知，哇咁大個 poster 都睇唔到咩？睇到。口供吻合，唔講以為你哋識得 magic 啊！